不要去。我知道，你想要制衡李庸，你想要保住陛下的性命，但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会死的。我早就死了，不是吗？对你来说，我不过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陌生人罢了。你是否想说，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却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不是因为外界的桎梏，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，只是因为我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。只是因为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我该走了。